嗱，依家就喺中山嘅市區啦。你睇緊嗰個樓盤咧，就係100萬可以買到一間大裝修嘅，單價咧係17000頭。之前買到26000嘅喎，大佬。嗱，嗰個就係澳豐天娛啦。大家去睇下，響呢家嗰個位置咧，周邊個樓價咧都係賣到非常之貴嘅。咁係大裝修嘅，現樓冇問題嘅。發展商咧係澳門嘅一個發展商，咁咧用積率咧係1.5，咁仲有別墅區喎。你睇下嗰邊就係別墅區啦。嗱，我咧就喺中山賣咗11年樓嘅瀟灑哥啦。各位一定要關注下我先。如果有問題嘅話咧，可以具體揾我傾。今日咧都係比較開心，因為發展商都安排到佢哋嘅銷經夏姐同我哋講解下嘅。咁睇到嗰度嘅朋友咧，如果真係中意嘅話咧，先訂閱下瀟灑哥。咁夏姐，我想問下你咧，依家個項目咧，有幾大啊？成個項目嗰種佔地係112畝嘅，咁有洋房同埋別墅去組成啦。咁我哋項目嘅話最大嘅優勢嘅話就係全區嚟講係密度最低嘅一個樓盤，1.5個容積率。咁所以嚟講會俾到業主居住喺呢度嘅話咧，輸出度會好高咯。因為咧，如果正常嚟講，按翻其他發展商開發嘅樓盤，正常好似我哋咁大咁計嗬，咁基本上都會做到千幾戶嘅住宅啦。咁我哋成個樓盤100幾畝地，我哋先做咗700幾戶嘅住宅，再加翻58套嘅別墅喺一邊，咁所以咧密度係超低嘅。別墅咧去到幾錢呢？啲別墅咧，大家睇下呢啲別墅景都比較 OK 嘅啊。就想睇翻就睇翻客戶去睇幾大咯，因為佢面積嗰係410到680方嘅，咁有聯排有大雙屏。有400幾，即係最貴嘅都係去到最平嘅都係去到650萬起。650萬。係冇錯。我睇佢個外立面牆咧，即係喺整個博愛路嚟講嘅話，最有氣派嘅。佢大概嗰啲裝修啊，包括啲外立面有冇咩講法㗎？啲玻璃啊？其實嗱，你見到我哋成個樓盤嘅外立面嚇，咁我哋採用咗大面積嘅玻璃去打造啦。咁我哋成個樓盤所有玻璃都採用咗中空撈衣嘅玻璃去交付俾業主嘅。咁所以嚟講，會首先喺設計方面會好有時尚感啦。咁我哋就算過多10年、20年之後咧，你都唔會覺得呢個樓盤會睇身會舊啊。咁所以咧佢會其次咧就加上大面積嘅玻璃嘅話咧，會令到每一伙嘅單位嘅採光係一定係可以做到最好嘅。所以咧各位香港朋友咧，記得一定要訂閱瀟灑哥，因為咧我咧入咗嗰個 YouTube 咧，可能時間係今年就更新，但係咧我哋講個樓啊，包括安全啊、購買啊、真實嘅情況啊，係比其他人咧都做得係更加真實㗎。因為咧我哋咧係做得比較耐啦，11年啦。我之前咧係講普通話啦。咁嚟到嗰個頻道咧，可能講粵語咧就講得麻麻地，大家要諒解下啦。接下來咧，我哋往裏邊去睇，嗱，嗰啲全部係實景嚟㗎。你睇個實景咧，整個園林面積有幾大啊，夏姐？成個園林面積嘅話，因為我哋110幾畝地呵，咁我哋先起咗1.5個容積率嘅密度嘅話係好低啊。我哋園林綠化係高達38%以上㗎。咁你話活動空間咧，咁啊唔使講啦，已經係好闊落嘅活動空間嚟㗎啦。因為我哋每一棟嘅話咧，你睇翻我哋嘅樓，每一棟嘅話都係做翻獨棟嘅設計，咁每一伙咧都係單邊位，所以相對嚟講，你可能睇翻其他樓盤嘅話咧，基本上都會係2、3棟並排一齊嘅話，你嘅採光光線咧就冇咁好咯。咁總共啱先我記得唔係幾清楚，佢總共有幾多伙啊？住宅嘅商品房779伙嘅商品房嘅。OK，咁5棟佢個樣板間喺邊度？呢邊。呢邊OK，話嗰就5棟，大家一定要把視頻睇完啦。我哋咧就準備行入去包括入到大堂啊，包括其他啦，都會同大家慢慢嚟分享。咁咧首先咧中山咧有24個鎮區嘅，有街道咧有8個街道，所以各位咧，如果你真係想喺中山睇樓包括有其他問題都可以喺評論區留言嘅。咁啦，嚟到佢個1樓咧個大堂嗰啲感覺咧就係標準嘅香港嗰邊嘅樓嘅感覺啦。嗰度有2個 lift 㗎。好啦，咁我哋上到上邊，嗱，我哋依家咧就上緊樓上啦，100萬、96萬就可以擁有一間大裝修嘅現樓。大家嚟睇下，
之前佢個價錢賣到咩價錢咧？去到18,000一方，依家咧17,000頭、10,800、12,000都有啊！我哋首先睇呢間啦，呢間咧就係88方嘅，按你哋香港人講咧，大概就係900幾尺，係嘛？咁咧大家可以睇下，目前嚟講嘅話咧，嗰間房咧係最多香港人買嘅啦。做咩咧？因為首期咧10零萬，你就可以擁有一間咁個陽台望住整個中山市區，對面咧就係東區啦，去嗰個利和啊，去嗰個富日盛啊，去 Coco City 啊，去金鷹廣場啊，去買嘢咧，去個河馬咧都好方便噶。咁啦，目前嚟講咧，低樓層嘅去到96、97萬都有。之前咧係接近160到180萬都有嘅，好貴嘅。所以各位朋友，你睇到嗰度咧，有問題有咩嘅話咧，先可以訂閱下我。我喺中山咧賣樓賣咗11年啦。我喺抖音啊，喺 YouTube 啊，喺各方面啊 ，YouTube 咧我就粉絲就少咗少少。其他地方咧我就大概街新咧差唔多40萬粉絲。你睇下嗰個廚房，哇！呢個廚房平時候咧你簡單啲整啲食嘅話咧係足夠噶啦。呢邊仲有一個生活陽台，生活陽台咧嗰邊咧到時候可以推出去嘅，咁比較大嘅，放個洗衣機啊，其他嘢啊都可以，係嘛？嗰邊又睇住整個中山東區目前嚟講嘅話咧，除咗嗰個88個方嘅話咧，仲有104、120個方，不過咧其他嘅咧即嘅話咧會貴少少。咁嗱，大家入到來睇下裏邊啦，嗰度你每次用到嗰個洗手間嘅時候，都俾你嘅感覺好似喺度度假咁你知道啦，你哋香港食一餐包括平時候消費好貴噶啦，喺中山係嘛？你哋篤下腳50-60蚊，你食翻一餐3肉一菜，咁都係百零蚊都得噶啦咁各位真係噶，翻到中山真係享受噶啦。呢度咧有間小朋友嘅房啦。如果有啲朋友咧唔中意裝修成咁咧，可以整成個書房都足夠嘅。嗰度有間客房啦，帶翻你個女朋友或者朋友翻嚟嘅時候度假嘅時候住翻幾舒服噶，比你哋去住酒店好係嘛？住酒店嘅時候咧，你依家計埋啦都要3-4嚿水一日啦。其實賣到落嚟嘅話咧，如果按依家月供嚟講嘅話咧，你相當都唔使200蚊啦，係嘛？100零蚊一日啫。咁嘅成本擁有間樓喺中山目前嗰個位置咧，去到我哋個深中通道出口咧大概係15分鐘，咁去到深圳咧就40分鐘，翻到香港咧咁仲近啦，1個多小時，1個小時20分鐘啦。如果塞車咧，我計你1個半鐘啦，都好方便㗎。坐車都樓下有呢啲巴士其他直接可以翻到香港嘅。嗱，呢一間咧就係88方，大概900尺嘅有冇中意啊？咁接下來帶大家睇下佢個交付嘅標準啦。你嚟大陸買樓咧，一定要記住，好多人同你講咧，睇啱先個樣板間咧係睇唔出咩感覺嘅，一定要睇交付標準。嗱，嗰個就係交付標準啦。交付標準嚟講嘅話咧，各位你睇下嗰個交付標準整個牆係白嘅。但係咧，佢嗰度咧係做嗰個風管機咧喺上邊嘅，咁比較好睇。嗱，交付嘅標準就係咁。廚房咧3件套係有噶啦。嗰個洗手盤消毒櫃加埋嗰個上邊嗰個抽風機爐灶都有嘅。咁嗰邊咧，大家可以睇下，就係我哋嘅望住園林下邊嘅啦。嗱，嗰個小區咧，總共係1.5個容積率，喺整個東區嚟講，包括火炬嚟講咧，都係容積率係比較低㗎。嗱，嗰邊咧，你可以了解下嗰邊就有翻我哋係3間房㗎啦。大家可以睇下，每一間房咧，佢就係咁交付俾你嘅。冇咧，到時候你睇樓咧，跟人哋買嘅時候咧，人哋講得唔清楚咧，講哇你整得咁靚。但係交付俾我嘅時候咧，做咩咁麻麻地嘅咧？瀟灑哥從來唔係咁嘅。我咧有好多香港嘅粉絲嘅，咁我哋最終都點係成為朋友咧？就係
我好負責任㗎。首先第一咧，你跟我買樓咧，安全、價錢真實啊！有啲人咧同你講咩會震啊、會湧啊，唔係咁唔得啊！你揾我哋都得，但係有點係咩咧？我哋可以爭取到項目嘅價錢本身咧就比其他人平啦。佢會賺3-4萬俾你，你100萬過嚟買個樓係嘛？佢加到105萬賣俾你，會冇會賺咧？你都係唔平嘅。但係揾我哋咧，我哋直接可以總價上面咧可以做到咧比其他人咧平翻10萬8萬嘅。嗱，如果你如果比較中意呢一間咧，嗰間咧係104方嘅話咧，你都可以揾瀟灑哥嚟睇下。接下來咧，我帶大家睇下另外一間係120方嘅，就去到1200幾尺嘅。1200幾尺嗰間咧都係做4房，雙陽台嘅。嗱喺嗰邊就比較舒適啲啦，因為佢嗰邊咧就係一個 lift 上到來咧，嗰個空間咧都係屬於你一個人嘅。呢邊咧係有3戶嘅，咁嗰戶咧賣得貴少少，單價咧就去到12000幾啦。嗱，入到來，哇，嗰視野就好通透噶啦。依家係下晝5點零鐘，你睇到咁嘅視野，咁個透光，我就問你啦，中唔中意啦？如果你中意嘅話咧，你可以同我講你中意咩樓層咩朝向。瀟灑哥立即依家就幫你算低個價錢，直接 send 俾你。但係咧，你先訂閱我喎。如果冇訂閱我嘅話，我冇辦法聯繫到你，因為咧我嘅粉絲比較多，每日到週六週日嘅時候咧，我哋睇樓嘅話都有幾廿人嘅。因為我哋做咩好咧？因為我哋係中山本地嘅龍頭嘅咁個中介服務嘅公司，唔好似你講你揾香港就得，香港嘅喺香港佢比較專業啫。你講大陸講真㗎。你揾佢，你真係笨柒噶啦！你不如揾我哋係嘛？嗱，嗰度咧就係一個大廳加埋餐廳啦。我哋有咩保障咧？第一個保障房源真實，價錢平。第二咧，我哋係頭部，我哋唔可能因為你1-2張單咧就去整為我哋嘅明星啊。第三咧就係咩咧？你以後租車食住喺嗰邊玩有咩問題係嘛？你任何問題都可以揾我。小朋友感冒打個 panty 去睇邊度，你隨時俾我信息，我可以做得到係咁嘅。我哋公司嘅宗旨 ，OK 嗱，嗰度就係我哋個廚房啦。你睇下廚房嗰個82方嘅就比較大啦。講真廚房咧可能有啲香港朋友咧唔中意嗰啲色調，唔好怕，你揾我到時候你買咗之後，我介紹個裝修好 OK 嘅，把你換到更加靚仔啲嗱。嗰邊咧就係另外一個陽台啦。呢個戶型，呢個設計師我真係好想請佢食餐飯，做咩咧？因為佢兩個陽台都好大噶，120方1200幾尺，比呢啲3000尺嘅樓嘅陽台都大。你講咧真係叻仔4間房，每間房咧嗰間就細啲啦，嗰間細啲嗰間咧可以做書房或者做為你個愛好嘅房，睇書小朋友房都得。呢間咧就靚呢間咧連接到陽台咧就非常 OK 啦。以前咧喺整個中山嚟講，嗰個樓盤咧以前周邊嘅話咧都做唔到有3米嘅，嗰個樓盤咧真正係3米高嘅。目前嚟講首期咧係15%，咁咧其他都可以貸款嘅。現樓立即買，立即交收嗱，我最中意嘅就係佢個主人房嘅套間咁啦。你睇佢個裏邊，即係整個洗手間包括整個衞生間嘅感覺咧，係非常之讓人哋滿意嘅。咁啦，有啲朋友咧買咗之後跟我哋買咧唔中意嗰個網嘅話咧，到時候我可以幫你安裝啲自己我出錢都得，整得更加美觀啲、靚啲首先咧，好感謝視頻睇到依家嗰度嘅朋友仔啦如果你接下來真係有諗法返大陸睇樓嘅話咧，記得第一時間玩瀟灑哥睇樓冇囉嗦我就係中山網紅瀟灑哥啦記得關注下我嗱，呢一期我哋就到嗰度啦。